这个选举就要到了，警方加强反贿选，是来发挥着创意，拍微电影来宣导。台南市兄弟的同仁，家己编剧，家己做导演，搭配着舞曲配乐，由资深的警官来做主角，真够演哦，得到真热烈的回响。 命讲我靠别变做啊，会对了几年啦。台南市兄弟宣导反贿选，找当人自导自演，趣味方式，演出买票经常看到场景。我绝对是你上用的条啊！到头仔卡当然搁爱有。我的白手套出现啊哦！白手套出现啊，过来一段电音节目，平常是威严，抓歹到警方为着拍片，拢聊落去。微博影片看完，脑中一条王大炮，动算。精彩演技的伊，就是资深的警务员王俊干。扮演什么就要像什么，民众一看就知讲啊，袂当买票。 选举无师傅，用钱买就有，乖乖被警方带走。趣味宣导反贿选，欢迎真热烈。诙谐又具乡土性的，又能够有年轻人酷手的意味的一个影片啊，让老中青呢3个阶段能够在诙谐中升值这个反贿选的观念。影片最后嘛，甲你讲扮演柯南，准备好证据，检举奖金上悬是1500万。台南市警方突破传统，发挥创意，全力阻止贿选歪风。